家之主马上来挑战，一定针嘅家常菜大 PK 了。客家特色食材、自天料理大作战，兩個家庭無缺我嘅風味，所以馬上不一樣咯。為了家菜game，三網變起，誰來出菜了？我來派出那個姐姐，然後來美魔女嘅組合哦。這麼個還火，客家餸嘅嘛。人家就懂炒，哎用吧用吧收料理嗰種，來弟，你試讓來。可以，我先拜託你。可以了。可是你要冇配上嘅話，cheese要拌飯融化哦。有，真勁哦。還有秘密武器。哎呦， Q 一來，Q 一來。哎，融起來。融了。唔係雪本即刻看哦，雪本記得看哦，好來。來。我們聊天好了，我們聊天好了。慢慢講。那個姐姐吼講一句話哦，一定會彈哦，來講。豬肉湯粉母酥。還我那一塊給我，然後老兵拿一組來稍微拉票一下，你們看一下，我這一碗哈米奇木都帶全部料都會勻勻呢，可是你看這個咬完好快就冇料哎，你們有炒透嗎？你係米些魔界料理，應該料理係韭菜係嗎？唔係啊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還有現場所有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國強，咁你非常歡喜來到楊梅亞嘅比賽，唔過北強點哦。你嘅節目啊，除了料理嘅動腔啊、書法動腔以外，你還可以有乜嘅動重點？還有乜嘅東西哦？當然係主持人嘅顏值啊！你都帶要強調幾集哈？100集。好啦，有咩唔錯啊？嗬，我要想到你來看，不過最主要嘅呢，係要搶到非常厲害嘅評審欣賞。哎呦，唐工係國際級的哦。唔錯，隨住來分享到第一個評審，分享到你龐先琪龐先生。康姐、杜君也大家好。歡迎。歡迎你，還有吼非常燃到老愛強榮嘅徐玉芳徐老師徐師傅，大家好。歡迎。今日我來看吼，今日行天嘅料理係乜嘅東西？來看。我來看下農場啲都要講乜嘅哦。徐天嘅料理係到底乜嘅東西？來看咯。黃梨木米炒豬肉。等一下呀個西門西炒地都係經典啊，不過頭擺應該唔係炒豬肉吧？錯㗎。唔係，頭擺係。頭擺係炒豬肺。哦，豬肺嗬。豬肺係。唔過呢下然後佢講嘅豬肺係冇營養，啊個冇衛生，要冇去炒豬肺，你就拿嚟炒豬肉。係哦，原來係用靈啊！然後就睇住個卡少食下嘅內臟嘅部分。係哦，我懂好些內臟，每一個部分。沒有人問你。好啦，今日咧，今日來到楊梅 Tiki 嘅班咧，我分享到楊梅來嘅非常厲害嘅牛年咯。今日咧，先來分享到愛倆做風吹嘅嗬，係呀嘅兩字假牛，也就是婆媳檔咯。分享到我們的梅小姐，還有世佑姐，歡迎。還有吼，了解吼，咱嘴吼厲害咧哦，因為你看記得凍醬係冇？凍醬，愛倆嘴吼沒凍醬哦，中山分享。鍾文玲還有鍾桂玲，美魔女哇！這種都很厲害，切出盲按摩人家演技，一定會跌破大家眼睛。我幫你問，18歲，你當場都18歲，連我們後面這間廟都18歲。你50歲啊？好啦，其實老人家小街道啊，呀嘅農大姐，然後呀嘅古大姐，佢呀就係兩隻假牛，對不對？對。其實婆媳之間要向他做出來懂困難呢。懂難得呢，會讓家呢。做法地就只能是一扎什麼嘅甜哈，對，只能有一個女人。唔可以演假嘛？唔可以啊。節目檔所以講唔會哦。向他做哦。係啊。不過假牛會搞。閃 Q 做嗎？閃 Q 咩千威唔識搞，真嘅哦！哇，較強嘅菜係乜嘅？
你的 cover 做诶新，球做啊，哦，吉吉家介绍 cover 的做吗？我开一个自己开店啊，吉吉家，等一下，我糖豆夹个 Q 音，你敢黑？你是新住民吗？嘿，老新住民越南来，我越南的，哦，那你糖黑是客家话吗？听得懂客家话？我懂一点点啦，哇，很厉害了，给他掌声啊！真一的，点点就这那他样会比俺还好红呢。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吗？有啦加油哦，加油哈！哎呦，俺哋河南除咗每日凍住是唔是係嘛？因為唔講俺平常兩姐妹哦，係馬莎做菜還好多。去做下多，哦做我家去當為主。因為姐姐嘛，我是姐姐建議佢咧做助理係嘛？哦，姐姐啊，哦姐姐還是會煮一點，哦，都是會煮啦。今天談到麼，兩姐妹全動為主哦，好一定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今天這道料理湯公哦，記得有一個小秘訣係嗎？係你都要嘅往里很好，攞皮沙很好摸強落去嗎？係用罐頭嘅，哦呦，罐頭哦，很好香哦！秘訣已經出來哦。好啦，所以我馬上來進行我嘅體育棍咯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雅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美食好呢。必須要由兩嘴嘅小嘴種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地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哎呦，體育棍嘅比賽之前吼，之前我來搞海菜片咯。海菜鉗，啊，你唔會輸咧哦。我有練習，哦，可是我冇想要這個老紅前比賽，拜託，因為我的粉絲勁都會慢，啊，大概都唔怕。你要小心了。哦，我老英講吼，因為哦，我這係美魔女組合，所以我會派出我嘅姐姐來美魔女嘅組合哦。這麼個還有我，姐姐昨天哦，哈你會教嗎？我有練習嗎？都是了。都是哈，跟住來先來剪刀石頭布哦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一家之主愛最強，強呀我強呀，強冇強？強呀我強呀，強冇強？強呀我強呀。哦，我輸了啦，我是輸。故意的好哦。平和啊！換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來咯，你不要嚇他了，拜託。慢慢來。別越南來呢，好，新住民。慢慢來。我是就對你還。你等一下要黑光開嗓還沒發好，你就輸了哦。好，OK，可以有一點 tempo 嗎？來，現場朋友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準備好了。一家之主愛最強，強呀我強呀，強呀，來讓嘞，係嗎？來讓 OK，鼓手，先對愛，先來開始哦。好，這邊你輸了啊！來，你先你開片哈，準備了哦。先來用來做，來分配一下，一定還有2分鐘的時間啊！做啲先來天數，先想好我來天數嘛，該好嘛？泡屁，做啲開始了哦，來，哦，開始咯！哎呦，สุกุ 係安樣子嗎？สุกุ莫准，走的，從小線啊，剛要用來切啦，要用來切，要切薄，切泡泡的鹽的嗎？對，切鹽鹽好了的，切哦，薄，你對哦，你對哦，可以，不明珠姐姐的要簡單一點哦。不是，我想要問農大姐，要給都越南不然有煮嗎？薄一點啊，再薄，薄一點，好啦，薄一點。強大地咁哦，哦，要我阿婆阿剛用過強大地哦，係哦，強大地哦，等一下要歇息啊，哎呦，要等歇息啊見來，講，等下有對半打，對前後對半。剛來台灣幾久的啊你？們當年是叫董建中，剛來是公園的哦。怎麼個？我愛用薄嘅，對，比較泡泡嘅，係泡泡。而家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泡不要泡嗰度，太多了啦。哦，客家鬆嘅嘛，客家鬆嘅嘛人家。就懂炒，哎用吧用吧收了你可以了看到冇？看到冇？好好，不要太多，你是啥的？做勾芡，做勾芡，來你試讓挨。可以了，我是拜託我可以了，不要太多呀。可以賺到，好，好，還有咧，還會炒馬雞毛，還會用馬雞毛。用馬絲，切用馬絲，哦，要泡剩幾分鐘了哦。 1分鐘聽哦。 Oh my god！
Oh my 哎，你 god！係咪看唔清楚啊？啊，哎，你眼睛不好，我戴眼鏡哦，來。對吧？不是啊，农大姐刚刚有讲，你刚来台湾3年呢，你可以 focus 在你的访问吗？哦，我訪問你剛來台灣3年你。呢，哦， 10年呢，還叫哦。你到台灣係之前是做在講客話係嗎？對，有一點。哎，而來之且前就佢同你開幾年試驗開咗幾多堂嘅事？冇時間咧，冇時間咧，哦，冇時間咯，冇時間咯，我倒數咯。 7、先6、咯，聲音數小心，數個聲音。 3、2、1，我哋一平但是台。這邊先 stop 哦，聽了，記不起了。我愛大顯身手咯，吼！先位老來講，我現做嘛嘅，哇，好可愛哦！馬上先，係冇技術哦，係冇。我船條，船條變八哎，強，應該都會船條比哦，最以前應該是數就好了。包好啦，因為大家有經驗了，hem 佢煮嘅飯不會全部飛槍槍，哎唔會就講過啦剝皮就好哎誒。唔會講過然後皮薄體，然後切一堆堆，切一片片，莫這樣片片剝啦，泡泡嘅切，泡泡嘅切咯，哎，切開始嘛。係咪啊？條妹要切嘅，全部會切切咯。這麼幹，提供代替哎，我做啲冇，他的武功，他的秘密。切薄薄的，切我用薄薄。到嘅冇啊，我冇乜解會用嘅哦。唔好轉哦。係啊，哎，做啲冇。做得假工作是一直雙頭煙嘅。哦，啊，可是你要冇配上嘅話，去時有辦法融化哦。有，真勁哦。還有秘密武器。哎呦，秘密武器。沒有烤箱的時候，不帶兩個。哎，你係錄音美容刀打誒。火機不行，哦，打火機，馬上會用打火機啊。 Q 起來，Q 起來，Q 起來。會溶開啦。用了，還會偏西嘛？哎呦，哎，做啲冇。做得假工作是一直雙頭煙啊。哦，啊，哎呦，哎，切一半，哦點，解切到切樹啊？成四半，因為冇辦法。等下還有看看檸檬汁俾驗出來嘅。哎，人家嘅水全部流係啊出。，哦，檸檬汁都驗出來嘅。做對啦。做對了啊，我買嘅東西做對做。哎，鳳梨，檸檬可以做麥雞，鳳梨要切，檸檬可以做麥雞。哎，有冇切？有冇切？哎，唔會落幾公分，唔會落幾公分。我嚟講嘛，哎，切做6個，先對半，再來這個對半，對半，哎，再來冇按肉的， 7、好， 3、按肉的 2、 ，OK，不用時間到咯， ，OK，時間到咯加。上下來咧，要煮先 stop 1分鐘哦。係，好，OK，那你下繼續來進行聽音。聽馬上，馬上，姐姐先啊，妹妹好先。，計時槍開開始。始。那看幾樣吼，娘兩姊妹係沒有一三年係處女座。妹妹哪來做？我應該是處女座，我應該是應該你看你按呢，按槍力。哦，哎，唔過吼，哎，做馬雞雞肉吼會切薄薄哦。鬼記記吼。對啊。等一下老雞太白粉，然後我們哦過水嘅時間，佢叫熟一下加少來流去哦，佢唔會長盤啊。哦，用10秒哦。 3、 ，Go go go。 2、1，槍開始。開始。開始煮。我要看農大姐。好一定懂你們。我們的越南新娘。係啊。哇。你哦，切得很快耶，係切出動腳哦。哇。係啊。呀，看得出傳到煮哦你家娘有教唔煮嗎？我有開店，你有開店？開啊！你講哇。哪有？在天哪！大華街，哇，咁大夜講嘅小生係啊！啊。中華時間。佢喺麥嘅店，夜市嘅嘛緬。甸，緬甸台灣嘅也有，客家嘅也有啦，啊你越南嘅也有跟。牛通都按好嘅選區。係啊，係啊，難怪在廚房唔會尷尬，因為激動強啊，因為強啊。因為就幾多做下添。第一出出係你客家嘅經典名菜嘛？有賣，唔知哦。嗯，哦，好生猛，有試過冇咧出出？有，真的。喜歡吃客家菜呀。哦，你也好喜歡吃客客家菜，你家菜啊？看，因為他吃的客家人嘅還有藍水啦，不做就好吃客家菜。繼續加油，繼續加油，我們一塊一下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哈！
这边怎么样？用半年的呀？哦因为加懂嘛，你还买个东西？水瓢哎，你要懂妈的水瓢啊丙级考试一定要的水条，水花对水花，水花，对水花，那有水花也水花买个东西就是科花，哦，简单呐，水吧那简单好掉的。那简单讲，杨不卡澳洲菜係媽媽教嘅嘛？唔係，因為我媽媽特別做生意愛記食，所以不卡無人菜，就愛自己愛煮自己食。幾多時間啊？四年生愛都會煮咧。哦，他足不全部哈認識哦。愛4年生佢已經上班了呀，所以愛老幺啊，用茶幾多歲啊？叫食。哇，就咁做來呢？都帶咗包埋4年生已經上班，哇有沒有小茶叫水啊，哎呀，你搶食吼，零用錢、浪用錢沒動到吼。冇啦，哦，風吹條，哦，沒錢年講啦，年啦，哦，咩風吹條啊？紅爐啤梨啊，日本包都年啊，糯米。梗係還蠻少，不過看起來是當好食的哦。這個我超愛的。好了，來去看哪來來，加油了！加油！哇，等一下，你看那個畫面，慢好感人哦！這對樣畫面，用功哦，用叫他字，天修。加油哦！哎，韓國吼，記得冇講過有實地拍攝上表埋東西，調味料表埋嘅，記得都梗係默契耶。真勁你講到一呢！個木山卡呢就好咧，一個乾油順條就要鹽巴要酸但有剛剛我調味料太大口哦搭配得很好。加來台灣10公年，張佢時間會懂唔慣麼？剛開始過來我不習慣，不習慣我越來越過來這邊來越習慣啦。不過客家嘅料理吼，讓越南嘅料理就買個冇強溶嘅地方。用用啊，中東啊，係啊，強溶，係啊，越南料理有這麼優秀？有哇用用啊。某越南料理嘛，因為是那邊的天氣比較熱，所以記得是它辣，對，它辣它酸，對，它下飯。對對對，好，係啊，用6分鐘哎，用分鐘等下上到來全盤手輪撞哦，還要出槍了哦，哎，出6分鐘哎，用哦，剩2分鐘哦，6分鐘哦，那你潘走咗咪哈？對，很香哎，他就去炸。哎呦，我看。哦，你還買個東西？罐頭公里罐頭會煮，然後放上去，個味道會更好。看到嗎？看到嗎？你要拿中間一點，調味了，我已經調味了，我已經調味了，有調味了哈。放一點。你都要係用水哦，你都要用罐頭嘅汁哦。哦，真勁厲害，汁啊，愛冇。哎呦，1分鐘而已。哦，這個要下去了吧？原來嘅雷蒙就你都要係用醋係嗎？你都要係用 lemon。 lemon，有厲害，有佩服，哇，天然的哈。終於有點用嘞。對啊你要。切的雷蒙，10秒了，30秒，30秒。 OK， 梗係高纖係嗎？哎對，哦，不錯哎，真嘅係要準備咯耶。比加不卡比強，真的，他唔會煮。那個肉。要擺盤一下，擺盤一下哦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呀，個鐵罐呢，用絕對已經完成的那個料理，等下出來試試看呐，都帶奶油卡嘅米絲，較好食咯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就來品嘗看呐，都帶奶油卡嘅米絲，較針對咧，先對愛倆吹風吹，先來試試看呐，好唔好？好，先來試，先來會試。下哦。好，好來，先來試看。可以。哎呦，那個蒜子米頭，俺皮豆就緊吞後藍水嘅，吼。對，好，一順吼，那一定要準啊。然後我係藍水嘅，好冇？這個冇 Q 用哦。裏面呢，而家地都好用檸檬嘅，吼。哇，我都要計檸檬後面東港米哦。東港米。嫩嫩的。你的肉好厲害，有滑過。對不對？對，有穿燙過了，有調粉、過醬、過對水。。好，那時間呢，龐先生，請給分。好。徐老師，請給分。耶！票數都帶咗馬嘅呢
呢，线上旁行长别人太去搞了奖品哈。哦，其实哦，两腿哦，全部像精油用心就该做哈。你看，你越南太那个媳妇的呢，没做到亲后生，啊，那边呢，你的东西呢，没亲后生，啊，就哈，该我就讲，呢边呢肉下嫩，啊，就有滑，兩個滑口，哦，要做硬不溜嘅感覺，所以嚟我就俾加一分。哦，對，好。往外吼，外尾平日迄上白當建檔嘅網里係濃新鮮嘅網里，佢間梅頭還未出來，它是到後誒客家味後對。檸檬味係新鮮嘅。檸檬，那什麼係？佢喺檸檬要嘛，強多咧果酸，而且檸檬係以前的啦，以前要切通到啦，切通到啦，係啊，哦，請係藝啦。好啦，兩關呢班呢，算係平數兩隊呢，各個得到1分。加上下來呢，兩個部分來搶總廚師來表演，來看下一個廚師拿出一個素滷菜盤，睇住家來好事咯。總鋪素滷菜。耶，當然還有最期待嘅番茄咧吼。洪老師哦，你今年有咧帶來什麼好料理？今晡日呢，我係來做一隻鳳梨炒糯米做起司。哦喲，起司哦，會用到馬嘅蔬菜哦，讓大家講一下。誒，基本因為用到糯米，然後安尼嘅鳳梨，還有豬肉，還最重要嘅係安尼嘅吐司，然後起司。安尼做焗烤的部分，哇！新嘢天當中醫，誰來表現門睇下看咯。那糯米，安尼要做類似像披薩，知道冇？哦，類似披薩嘅概念哦。哦，安尼唔是按多吼，就按最好咧。做乜個切按細地咧？因為哦，一下哦，安尼要標到個吐司上面的時節吼，較好標。你用太低就唔好標。了解。那太細哦，沒係學問呢。你看讓小方塊呢哦，往裡面放上，對，你拿去的。該咪係罐頭嘅鳳梨哦。就會就跟種夏威夷披薩咁樣啊。哦，哎呦，你果然係吃披薩咬硬嘅。沒，因為係最好食夏威夷口味。哦，親近。我嘅嗰樣吼，沒來自於夏威夷口味。夏威夷，係夏威夷。鳳梨味總係調態咧。做咩調態？好，安樣好咧。好，安樣是好咧哦。係安就好咧，你唔散多，好咧。很驚咧。你要先煸香，煸香就撈薑嘛，我就薑片，所以我冇切絲吼。一般人佢都以為拿切絲錯嘛，我就愛加薑埋米，所以我冇去切開絲。等一下，cái pizza 當個冇薑嘛，用米湯會當奇怪冇？唔會，你哦一絲絲的cái薑嘛會留起來啊，大家講唔好食到，有薑有薑嘛米湯天天啦，放最後咧，夾出夾一啲啲的薑嘛米，放最後咧，哦留起來，是不是溶的哦？誒，冇咧，哦，行我嘛嘅，豬肉，好嘞，你有薑嘛米咧錯冇？你就薑一絲的豬肉。去腥，來豬肉山。啊，該不會有特別挑選過嗎？有。哦。調味是裡面乜個東西，乜個調味料？因為牛底牛就買個調味嗎？我熱了哦，我冇乜薑嘛，我就薑辣。哦，你有薑嘛？有薑嘛，我醃製的時節就不用薑嘛，醃製，因為它有那個薑魚油米。哦，咁就好咧哈。兩個時節做乜嘅話辣魚咯呀？薑嘛，薑辣的呀。哦。我薑的就燒焦的呀。啊，你不會調小火？對啊，我關的。火有點難。我會離火，它是冇，那個很多離火呢。哦。給他們是哈。我糯米，烤豆腐呢？糯米撈嘅黃梨，糯米撈黃梨來。哦，這樣就好嘞。好，因為我先炒熟啦。好，炒不熟啊。還有，你看你細細的當油燒油嘛哈。有。你要去管師傅嘞。哦。仲有藍水嘅。做乜管師傅呢？第一點我比黃梨嘅cái酸味出來。第二點呢，我要調味。來。你都要點啊？煮酸的東西要老痛。哦，酸哎呦，很多啊！唔好啊！小心我煮風嚟咧。唔會啦，滾佢哋啦。該風力培訓是否有痛的呀？唔其他酸唔拉酸。哦。你要一絲絲的痛，嗱一啲啲的先呢。好。你要多啲盤來。
先让佢留起來，留起來水嘅部分我來比睇，對，冇會灼灼。因為你用吐司當背後，就會燙開灼灼。老師娘，鍋子會先不熱鍋嘛？唔怕，你先做呢片。好。然後用我兩位，然後土豆當杯。哇！木耳。天哪，呀，迄拿來食酒誒，快天當針掉誒。哎呀，我就講生意模式，你老該看得到嘛？焗烤起司，就當好嘞。夾吐司啊，夾落去了，都有嗰種飽足感哦。你看硬體的哈，吹風吹到硬體的，你小哥啊煎一下，煎到佢小哥擦擦。嘿，你睇唔係當流行式嗰種嘛，嘅炭烤吐司，你咪睇用到木頭配配啊，比如些長長的。可是你要冇配上嘅話，確實有辦法融化哦。有，真嘅哦。還有秘密武器。唔係日本即刻看哦，日本記得看哦，好來。來。哎呦！我們聊天好了，聊天好了。媽媽這邊我不會教嘞。哇！我不會教。你。該不會廚師幫我幫你裝盤就好了。廚師幫我，你沒有滴，快手。可是你要冇配上嘅話，確實有辦法融化哦。有，真嘅哦。還有秘密武器。哎呦，到底秘密武器可以嘛？改東西啊，熊貓，多兩下漢的熊貓。這應該是對秘密武器 mozzarella 對不對？對 mozzarella cheese 就麻煩你了。哇！撈進分哦，撈英文。哦，哎呀，唔會聽到哦。唔會，旁邊也要多一點。旁邊也要多一點哦，幾隻包起來。包起來。好，開始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。哇！哦呀，沒有烤箱的時候，徐師傅帶兩個。你還錄音美容刀耶？打火機不行。哦，打火機，馬上會用打火機啊！哎，你就看完我用完，空海中的你就丟。哦，有哦，挺 Queen 好的呀。美女看到就點，好按眼，有冇？哇！哦，會是炙燒哎！炙燒。哇！哎呦 ，Q 起來！哎，溶起來。融了。哦，所以你要火要讓挺多。哦，而且是轉的哦。勁轉。哇！都野外的時間哦，按勁配勁烤就有焗烤。都有感覺，哎，都有嗰種 DIY 這串的哦是改貴的哈。做得嘞，阿娘拉起來啊！拉嚟來，來，我們看戲嘛，哎呦。唱旁是在哪裡出題目？好，請問一下，楊梅有散辣嘅體型，早期佢嘅地方因為產楊梅，所以也名譽都按到乜嘅名呢 ？A 係按到楊梅菇 ，B 按到楊梅辣，係哪隻？好的啦，還蠻，聽起來非常簡單哦。你們那邊派出一個厲害耶，馬莎，猜拳太厲害哦，和第三個箭頭三條波，讓海尼奧斯走的。趕緊，剛剛冇猜拳過，問。但是數的 small 的哦，總不得寫的哦，準備好了，來。好來，看口號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醫生，楊梅辣。B，唔會做效果。嘿 B，yes。恭喜答對了，都講係做乜嘅咧？因為呢，都很久以前呢，客家人呢，曬到也會來楊梅來嘅時間呢，楊梅規片山全部係個純純的楊梅，所以呢，佢就按到楊梅辣。哦，先生，所以係咩唱係中立啊、內力係安用應該強壯嘅眼睛啊。做埋到辣也則是呢，因為楊梅辣、中辣全係屬於凹下去嘅。山木，像係有到山浪嘅體型。其實而家下都係啱題目嘅時間就聊答案，要先聊太過，因為山谷地形客家話很多山浪體型。哦，強壯嘅髮型啊。對，純粹是因為我們不好賭。所以呢，兩個猜拳哦，純粹係因為應該小隊長選錯。好
好，来，好，我们开始，青鸟声，切下来哈，青鸟声哈，去死嘎青的。你们别讲鬼咩？对呀，来，切下来。等一下，制作人会找你约谈一下关于你的肚子。怕，我系游戏咯。唔系书本切下看哦，书本记得看哦，好来。哎呦，好，我们聊天好了，慢慢脚很痛吧？好师傅赞，好吃。真的吗？我这个都冇食到，真的。因为人家平常煮的菜，正经讲的，生意又冇食介条饭的呀，糯米介条按个煮，生意很食，像系炒面按煮，收入低不了，生意有气势，全部个人还是。阿牛有爽快嘛？非常爽快了。好啦，一下比赛咩比的铁关俩，只剩咩本事到诶。接下来正经喺比上见中嘅了最背面一关呢，我来决胜负诶，好冇？好，冇问题。来进行最背面一关。我是太祖谱。用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爱做嘅菜式。比先前唔知会出乜嘅题目嘅情况底下，用嘴咁嘅因为太紧张诶，杀乱混么，到底马沙张系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谁来上菜了？哎呦，出击咯！最美咯！係啊，最美我寒天嘅料理蔬菜係乜嘅東西咧？我睇下，等。米奇木哇！我最好米奇木诶！徐师傅，我让来大家讲一下，米奇木，我在做马甲庄嘅料理。不是，我先我来老太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个春爱见的时节，正年拜见到头沿呀到尾嘅是好米。出好米，而且呢，你客家嘅米食文化非常嘅重要。故说呢，今日呢，就拿俩嘅好，已經得到全國當道行嘅大頭名嘅好米，做出來嘅米糍粑，我來變成客家嘅米食。哎呦，hắn好厲害哦！咁我頂下哦，冇聽錯哦，因為比賽嘅項目非常困難哦。徐師傅，我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哋做乜嘅？諸事大吉哦，創意料理，我哋要做一些。該激醬，但係佢嘅壽司撈客家嘅鹹豬肉落去炒，激醬炒木米係冇？激醬炒木米，無空中嘅做法。首先你話鹹豬肉係先煸過，然後再放米線末落去，水激醬。按啲咧嗬，按啲咧，可是就門口夾夾門咯，馬色標嘛？唔是，梅好，味道哦，不兩個比賽哦，還好出奇一點哦，又要來問問題咯。好，請問米苔目，因為賣身的關係，用班人按到米苔目 A 螺絲板 B 水拐板。哎呦，都困難嘅題目哦。先本期用客家話講提起，比你在工商鼓勵，好辛苦哦。係啊。好，都帶起乜嘅答案？你就先來猜拳。兩個猜拳。好，農大姐，一直猜着下去，一直猜，加油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我今天都是贏。乜啥啦？我都讓你啊！哦，你要講先乜嘅答案？這天我認真落去想哦，因為哦，假使哦，我輸了哦，假使我講得唔錯了哦，我是做得得到廚師幫我30秒聽聽哦，哦，所以差動作哦，所以我都嘅答案係 A，要確定啦。確定。老鼠板。哦，安應該是你哋冇上面嘛？其實你咪係選 A 啦，我冇辦法，就用嘅，真係冇辦法啦。冇辦法。答案出來哦。好 A。哇！有你啊，昨天得到廚師幫我90秒。先記實，先講講，你係之前用班因為米線包嘅製作個性把混湯經過陶窯板嘅切板，從同仁中抽出粉條，慢慢嚟講，好，慢慢講。因為兩條尖，從老鼠，天嚟衝老鼠，加上客家人關用
很本的很多版古手米奇木，有很多龙鼠版，是吗？不能留下掌声鼓励一下。来你做料理啊！来走。哦，来卫生，来卫生。来体育榜。计时开始啦！开始啦！先含猪肉呀，哎，含中药。啊，先泡泡的啊哈。好，泡泡的。我这边先不要，哎，因为要剪橡皮耶。橡皮的哈。对。做的吗？也包一好，再薄一点。好。天哪！小心手哦哈。这个我们用炒，对不对？要用炒的。好。上好了要一铺嘞，你可以一次跟我们讲完吗？一铺呢嘛，要包个烧好，咱含中药标落去标。按用低吗？我记得了。标呢，标好，你啊留起来，先标盘了。嘿，然后标盘了度，啊，韭菜、豆芽落去炒，哎，落去炒好，水标落来，米线木标落来，最后嘞，继续标来，虾米炒下所有。这个要先炒吗？哎，要先炒，就这样就好，摸痛哈，摸痛哈。另外一片咯，还有多久？还有多久？另外一片咯，还1分半，好，可以过去了，可以过去了。好，过去两讲到就好。哎，你都过了，应该都紧张嘞。不緊張啊，你要做到難呢。韭菜係應該切的哦。就讓我的安利好一點。你忙一切嘞。切了薄的，切了薄的。那還有幾多時間？還有幾多時間啊？30秒，好，等咯，等。加油，30秒，嘟嘟用舌頭。當上搶師傅啊，要剁來。別做得啦，係啊，做得啦，給他動，他其實動好些。生意係。小心手。好，等下兩樣啊嘛，先標落去。6、5、4、3、時間不等呢。好停！姐姐繼續切，倒進來，加油！直接下去，加油嘞！哎，你要含豬肉衝到乜嘢含啦？那個姐姐吼講一句話哦，即另外堂哦來講。豬肉痛本母熟。反正我那塊。姐姐，你又有一句話我來抬價講。你切得他優秀啊，他跑。女人何必这样子？何苦女人？然后老兵啊要煮来稍微拉票一下，你们看一下，我这一碗哈米奇木都带全部料都会匀呢。可是你看这个咬完，好快就没料哎！你们有炒透吗？你係米線魔界料理，誒，應該料理係韭菜係嗎？唔係啊。哎，你要含豬肉衝到乜嘢含啦？你係愛切嘅哦。含切的。有金菇啦，有金菇，還香哦。下邊要落去邊哦。你哦，很香，這個見冇誒，聲控制都得。對。師傅要有乜該做提點一下誒？提點一下，該用的沒有？剪都黑色的哦，哎呀是做的咯，出來去了，還蠻，就黑色的喂，黑色的，好香哦。吃到它唔會暗配啦。粗的地方先給它爆香，係嗎？對，它慢熟啊，它粗啊。哦，會比較慢熟。哎，慢熟，比較難熟。不錯耶，哦，我本薄千苦厲害，你呢佢牙切的，真係比頭白切得較好誒。我那款明珠姐姐沒動火嘅地方一次都懂好哎。對，發覺咧。好，你看我們多厲害！哎，一定要很現表。我要等攝影大哥，你看，大哥你看一下。你跑太快了。含豬肉，不要太過會愛先流了 ，OK？哦，不能一起。層次。對，有層次，就像他趕你，再講一次。他趕你有層次。哎，愛喊好夠。你又是鬼。要，不要撈啊。所以我現大豬肉。先炒這個。對，那個要先炒。豬肉炒誒，炒。啊，你係講有層次咧，向下炒。冇，咩啊？要先煸香，有明顯就存看這個煙就是那個感覺。對，一三人走咧。嗶，取消幫我。取消幫取消掉。哦呦，倒數，我倒數咯。9、8、
8、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接手，哦，准备通开，好，来，我来，我一唱啊，改片，等一下记得有30秒哦。我比唱，哦，会不会？你就记得哦，你就厨师帮我90秒哦，你就不用改顺序完全冇恐龙，冇恐龙诶。一边炒改时间会加水哦。对，因为怎么不用改豆芽菜晕一点系嘛？哎，要么出水啊，就甜甜出水啊。你都要用厨师帮忙啊，帮忙。因为已经快要做我们徐师傅很喜欢帮忙。厨师帮我90秒，可惜了，你要谁？来，继续可惜了哦。你看，是就徐师傅，你有90秒呢，你是不是赶紧呢？哎呀，你等下再甩一次10分对位，10分。桂林姐姐发现很兴起的状态哦。你等下再甩一次，不会立摄影师看一下啊？可厉害啊！对啊，那我看摄影师没有拍到。来，甩锅。阿妈，给他甩米了耶！哎呀，甩米了，甩米了。其實我寫嚟個主人到嘅時節係甩鍋嘅時節。我因為因為米西幫你話無鹽度，啊，我都幾樣拄到水，幾個成個。3個。哦。哎呦！哦，原來挑戰同台劇啦，你睇3天的場都在甩鍋。衝了有冇30秒。結獎總檢視後呢？為什麼？怎麼睇啊？怎麼睇？因為他喜歡吃雞子醬。出來現在有冇幾好順，下不好入口。等下再來講。秘密。嘿，摸啊，咩？時間摸咧啊！廚師幫我嘅時間摸咧。30秒。哎呀，全部加，你們切那麼多。對啊，你切嘅呀。我們要給他表現。要練刀工。可以的。還有這個。 30秒了，給嘛給？油蔥。染會飆毛。不是，要鹹豬肉有鹹的。我可以去救我那裡的，我擔心哎。沒關係，有廚師幫我。等一下啦。你等下有冇人試看？我們要裝哪裡？6，裝哪裡？盤子呢？7，這個。3、2、1，時間到。謝謝。感謝你改片哦。趕快！這邊我不會招嘞。哇！我不會招。往你。該不會廚師幫我，我幫你裝盤就好了。廚師幫我，你落地可以不是？要幫我們試一下味道啊！等一下，還有1分鐘，要不要使用一下？好。廚師幫我30秒。師傅來，我有30秒。繼續開始。試一下米頭好嗎？其實我做30秒，好，師傅試一下。冇準。撈在米線摸30秒就沒了。米線冇去按你的。那溜誒，你要知道你才木才知道。佢有鬆毛，有鬆毛啊？有嗎？有鬆毛。坐得很阿鬆嘅。阿鬆啊。可以了嗎？可以了。好想吃。用了啦，可以了啦。好，4、3、2、1。哦。哎，停，玩，倒帶，對。好，來，立刻拿給你了，我們這邊 OK 了。來，盛盤哦，終於嚟咯。終於了耶！哇！哎呦，撒一點味道上面嗎？那個要肉。擺盤一下哦。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咧。好，兩罐都帶奶煮粥的樣咧，咁已經都完成了，大家試試看啦，都帶係奶茶布卡米西較好食咧。好，最杯米亞罐呢，今年非常的刺激，唔過呢，等下先來試試看啦，對我嘅風吹開始，先來試起咯。我們起來哦。看起來是多好食咧。真的，一定要夾到含豬肉哦。對啊。體質白色超級香。真的哈，體白色的。家裡沒有看這個。我看冇幾種係嘛。還沒這樣搞過。梗好。那個姐姐吼講一句話哦，一定會聽哦，來講。豬肉用粉抹燒。反正我那一塊，對，這個有那個，這個有熟。
来来来，看，安内你看优秀啊！马上 One more time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姐姐，你又有一句话我来大家讲，你切的他优秀啊，他跑。没办法啦，女人何必这样子？何苦女人？专家来谈对不对？上好了就生涯要出一个喽。我们马上进行哦。哎，你有咁真嘅係冇數啊？有啲門牙，有啲門牙，門牙，很危險，我呢度門牙，哎，你有冇數嘅？啊？有啦，你也舌頭沒熟啦。你怎樣？好，門牙哦，哦，壓倒性勝利。不要負責分是不是？冇啦，因為哈，人家呢個雞醬雖然冇按到哈，不過我感覺剛剛好，又酸酸甜甜嘅感覺。然後老兵啊要煮來稍微拉票一下，你們看一下，我這一碗哈米奇木都帶全部料都會勻勻呢。可是你看這個咬完還會就冇料哎，你們有炒透嗎？了係米些魔界料理，誒，應該料理係韭菜係嗎？唔係啊，哎，可是要嘅快脆係桃園菜體非常重要嘅食材。唔係啦，半平行講嘅。冇人教，冇人教，來來來，專業的專業講嘅。行先生，搶分數。講。好，來，馬上。來，哦，徐老師我們的徐老師，請給分數。很多哦，請講評，講下中文嘅有壓倒性嘅勝利咧。我會先嚟推係因為講我除咗加口味下燙，按你嚟風推嚟片嘅呢，又下重點，又下辣。哦，好，往來講哈，我要說兩推啊，因為啊，諸事大吉啊，佢嘅豬肉撈雞醬，食到有層次感。你譬如講，倆佢嘅雞醬強度，滲出含豬肉嘅味道，倆有層次感。該雞醬如何做得食到雞醬嘅淡淡嘅清香，未做得食到含豬肉嘅味道出來，所以我選到兩片。哦，該很美，因為那個豬肉還有韭菜切得很好。係因為很容易。比較沒有讓部分嘅黏這個我不敢回答。比較沒有讓。好啦，不過可以啦，嗬，係禮拜係嗌咱隨和讓你哦，昨天得到3000票，恭喜！哇！好，剛才要片裡面有得到比從站隊嘅亞嘅廚房用具呢，要送給你的。你恭喜嗬！我談一下嗬，得到3000票之後，我要擘嘅感想嗬，讓大家分享一下。我過母親節的時候請媽媽食飯。哦喲，你講啊，講得出來，我做得到哦，冇問題。咁而家咧有乜嘅感想冇咧？你要唔要參加比賽？冇乜嘅意見拿來好教就好咧。要哦，生氣就好。那你知道呢？希望你。我們玩開心真的好啦，真的，謝謝。台灣有站隊冇？有客家有站隊冇？有。亞洲最重要嘅，你呢有文化當國嘅交流，客家大家一道邊又神奇又溫馨啊呢。假使吼你係新住民，假使吼你就會做啲從美魔女強人漂亮哦，安將吼，全做啲來報名啦。我唔錯，本人睇次架 Q 下來報名，Q 下來參加，依家資助，下禮拜再見咯，下禮拜見啦，拜拜。